现代台语版圣经路加福音第7章，耶稣讲互民众听的话拢讲煞，就入去甲逼龙。有一个罗马军官以所重用的仆人破病，病甲得要死。军官听到耶稣的代志，就找几若个犹太人的长老去耶稣遐，请耶稣来医治伊的仆人。这个长老到耶稣遐，恳切求伊讲：这人会堪得你甲伊帮赞，因为伊爱互咱犹太人，搁甲咱去会堂。耶稣就甲因去。耶稣得要到伊的厝的时，迄个军官找几若个朋友来甲伊讲：主啊，毋通劳烦你，你来阮兜，我袂堪得。所以我才毋敢家己来见你。你只有讲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会好。因为我是互人管的人，嘛有兵互我管。我甲即个讲去，伊就去；甲别个讲来，伊就来；甲我的仆人讲你做即个，伊就去做。耶稣听到这话，对伊感觉真意外。活转身甲缀伊的群众讲：我甲恁讲，连伫以色列人的中间，我都还毋捌看到即款的信心。受册的人转去军官的厝，看到仆人已经好去。过无偌久，耶稣去一个城，叫做拿因，伊的门徒甲规大群人缀伊去。耶稣要到城门的时，拄好有人扛一个死人出来，伊的老母孤孤生即个囝，阁是官妇，有一阵城内的人出来送葬。主一个看到即个官妇，就可怜伊，甲伊讲毋通哭。然后耶稣行活去，还扛新尸的价，扛的人就停骹。耶稣讲：少年人，我甲你讲，起来。迄个死人就爬起来坐，开喙讲话。耶稣就将伊交互伊的老母。众人拢非常惊吓，将荣光归予上帝，讲：咱中间有出现一位大先知啦！佮讲，上帝有看顾伊的子民。关系耶稣即个风声传到全犹太甲周围各地区。约翰的门徒将这个代志拢甲约翰报告。约翰就叫2个门徒来，找因去见主，讲：你就是得要来迄位，还是阮着听候别人？这人来到耶稣遐就讲：施洗者约翰找阮来问你讲，你就是得要来迄位，还是阮着听候别人？拄迄时，耶稣有医好真侪身躯病痛，甲互邪神附身的人，阁互真侪失明的人会看见。耶稣应讲：恁转去甲约翰报告，恁所看到甲听到的，就是失明的人阁看见，骹歹的人行路，肉风病人清气，耳孔袂听见的人听见，死人阁活，散赤人有好消息传互因。对我无失去信心的人真福气。约翰册内的人离开了后，耶稣才对群众讲起约翰的事。伊讲：恁出去旷野是要看甚物？要看雨风吹摇来摇去的芦苇是无？若毋是，恁出去要看甚物？要看穿高贵衣服的人是无？恁看穿车花的衣服、生活奢侈的人是伫王宫。安尼，恁出去要看甚物？要看先知是无？是。毋过我甲恁讲，伊比先知搁较伟大。关系约翰，圣经有安尼记载：
看，我找我的使者做你的先锋，伊要伫你的头前甲你开路。我甲恁讲，负责人所生的无一个比约翰较伟大，毋过伫上帝国上美细的，还比伊搁较伟大。听到这话的民众甲冒失的，嘛拢承认上帝是公义，因为因有领受约翰的洗礼。毋过法利赛派的人甲律法教师拢拒绝上帝对因所定的旨意，无领受约翰的洗礼。耶稣阁讲：安尼，即世代的人，我要用什么来比评？因亲像什么？因亲像一群囡仔坐伫市场口，对谈判互相发。阮对恁分片仔，恁无跳舞；阮唱哀歌，恁嘛无哭。施洗者约翰来，无食饭，无啉酒，恁就讲伊互鬼附身。人子来，嘛食嘛啉，恁就讲伊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是冒失甲罪人的朋友。智慧是对有智慧的人得到证实。有一个法利赛派的人请耶稣食饭，耶稣就入去迄个法利赛人的厝坐倒食饭。迄个城内有一个有罪的妇人人，伊知耶稣伫迄个法利赛人的厝伫食饭，就带一罐堆香油的玉盘来。伊徛伫耶稣的后面，挖伊的骹得口，目屎滴淡伊的骹，就用家己的头毛甲拭，搁直直浸伊的骹，用香油甲抹。请耶稣迄个法利赛人一个看到，心内想：这个人若是先知，一定会知得甲伊蒙的是啥人，是甚物款查某人，因为伊是罪人。耶稣就对伊讲：西门，我有话要甲你讲。西门讲：老师，请讲。耶稣就讲：有两个人对一个债主借钱，一个欠伊500个银仔，还有一个欠伊50。伊无法度通行，债主就撤销因的债。安尼，倒一个会较疼债主？西门应讲：我想是债受撤销较侪迄个。耶稣甲伊讲：你的判断真对。然后耶稣回头向妇人人对西门讲：你有看到即个妇人人无？我入你的厝，你无用水互我洗骹，毋过伊用目屎滴淡我的骹，搁用伊的头毛拭。你无甲我浸，毋过我入来了后，伊直直浸我的骹。你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毋过伊用香油抹我的骹。所以我甲你讲，伊疼较侪，表示伊真侪的罪过已经有得到赦免，得到赦免较少，疼就少。耶稣就甲妇人人讲：你的罪得到赦免啦。转到遐个人心内想：这个到底是甚物人？伊竟然赦免人的罪。耶稣甲迄个妇人人讲：你的信心有救你，平安倒去。